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咧，我廖師傅啊，廖俊景 Alex 師傅嘅頻道啊。咁喺我哋踏入咧2027年之前，因為而家咧我唔知道大家咧係咩時間睇緊呢一條片啦，因為我錄嘅時候就2026年嘅7月份嘅時候㗎吓。咁我相信大家咧可能喺心目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疑問，究竟中美嘅關係咧會唔會繼續惡化，定係可以修和咧？香港夾喺中間，未來條路點樣行？我哋嘅股市、樓市又點樣睇呢？今日咧，我將會用咧最高層次嘅玄學技術之一啊，就係奇門遁甲啦。古代咧，其實奇門遁甲咧就係一個帝王之學嚟嘅。咁我就用呢個技術啊，為大家咧提早拆解下2027丁未羊年啊全球嘅大局啊，特別係中美之間嘅。咁係可能喺我解盤之前咧，用奇門遁甲嘅技術。咁有啲新嘅觀眾會問：喂，廖師傅，乜嘢係奇門遁甲啊？嗱，簡單嚟講咧，奇門遁甲咧，古代叫做帝王之學。係古代咧，軍師用嚟打仗，最出名當然係諸葛亮啦。排兵布陣最高嘅機密，嚟到而家現代，佢就好似一個咧人生同埋商業嘅超級導航系統。奇門遁甲可以做咩啊？佢可以透過精密嘅計算時間啦、空間方位啦同埋能量啊，好精確咁話俾你聽，我哋喺咩時間喺咩方位要做啲乜嘢行動，提高嗰個成功率。咁佢可以預測到啲宏觀嘅經濟走勢、國際嘅環境勢咧，好似你個人嘅投資啊、商業嘅談判啊，甚至咧轉工創業啊，都可以咧提供到一個好清晰嘅戰略指導，幫你咧趨吉避凶。但係當然啦，佢一定有 limitation， 咩意思咧？有啲嘢奇門遁甲咧做唔到嘅嚇，因為第一咧真係咧，如果喺我嚟講啊嚇。即係佢就唔係一個即係好迷信嘅技術啊！我唔會當係迷信，因為我都唔迷信嘅其實，所以佢唔係一個神奇嘅魔法啊！唔識得變嘢出嚟㗎嚇，佢絕對奇門遁甲絕對唔可以代替你個人嘅努力。如果你嗰段時間行緊運，咁但係咧你日日都匿喺屋企做宅男宅女，咩都唔會做啊，好運一樣會飛走噶，佢唔能夠無中生有，因為咧呢個都係基於宇宙能量嘅運作規律咧，去幫你咧將你成個局勢咧勝算加大咁解嘅啫，而唔會咧令到你咧不勞而獲啊，乜都唔使做，靜靜坐喺度就變到啲嘢出嚟啦。奇門遁甲冇咁犀利，亦都我相信。冇一個玄學技術可以勁到咁，即係如果有咧，我都好想學啊！即刻介紹我廖師傅咧，認識多啲先啦嚇。因為咧，我好相信咧，即係尤其中國啦，即係其實我哋講緊陰陽五行平衡，全部嘢咧，我成日都講嘅嚇，尤其同我啲學生講，有借有還，好公平嘅。你今日見到嘅嘢，其實可能佢以前積咗啲福嘅啫，或者佢以前做咗啲事情，令到佢今日有呢個你哋睇到嘅一個情況發生。所以大家都想咧掌握呢個咧奇門遁甲嘅工具嘅話，提早佈局2027年，甚至你人生，甚至咧真係想唔使下下問阿廖師傅或者問其他師傅，咁咧就都可以咧去訂閱翻咧我呢一個教學影片，因為我自己咧喺網站啦，同埋喺 HKTV Mall， 大家冇聽錯，係 HKTV Mall。我咧就係第一個咧玄學師傅，將我個課程啦、風水諮詢服務啊，或者奇門斷事咧，就放咗喺 HKTV Mall 嗰度售賣噶啦。咁啊，嗰度仲有折頭噶嚇，大家如果咧想買就趁早啦嚇。咁啊，同埋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記得咧就係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嚇。咁啊，唔講咁多閒話，我哋入翻正題先。咁啊，睇一睇個大環境嗱，最重要咧。就睇立春盤咧，就以嗰個時間啦。咁我哋就以2027年2月4號嘅9點52分，奇門咧就開咗個立春盤。
咁啊深度咧睇一睇中國、美國同埋香港之間咧嗰個關係啊，錯綜複雜嘅關係。首先我哋將個眼光咧就睇一睇中國本身先。如果單純用奇門盤去睇咧，2027年同埋跟住嚟緊嘅時間咧，中國嘅內部嘅情況咧都可以講係叫好壞參半，充滿挑戰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代表中國嘅宮位入邊咧出現咗咧幾個我哋喺奇門遁甲入邊咧比較唔想見到嘅現象，包括空亡、驛馬同埋天瑞星疊加咗我哋叫做3個天干。因為基本上咧中宮就忌坤宮，或者叫中宮忌天瑞星呢啲唔知嘅就可以參加即係我 upsell 下啦，係咪先？我嘅奇門遁甲嘅速成班啦嚇。呢個咧喺奇門入邊咧，代表住受困啦、被掣肘嘅狀態，意味住咩啊？代表咧中國喺2027年咧內部有機會面臨唔少嘅壓力，或者有啲政策、有啲事情咧陷入到咧諗唔通、唔夠信心唔知點做嘅一種膠着嘅狀態。咁變動咧就可能比較大一啲。咁呢個因為咧就有個驛馬，驛馬都係主變動㗎嚇。咁事事咧都有機會受到掣肘。冇辦法咧一帆風順。咁雖然咧本入邊咧又出現咗一個好靚好勁嘅我哋叫有權威嘅直符係我哋叫吉神嚟嘅。咁代表咧中國咧依然咧係有強大嘅底氣，話到事真係官方依然有絕對嘅話語權幫到佢就當係贏啦，係咪？咁就係直情係幫得到啦，當然係因為直符好勁所以因為就算空亡驛馬負面力量太大咧，有機會令到呢個權威咧係打一折扣，但係都唔會太差，因為有直符喺度定一定咁特別要留意咧就資訊方面啦。2027年咧中國內部咧可能出現好多資訊不實資訊混亂嘅情況，有啲消息可能有問題，未經證實。但係俾人哋咧爆咗出嚟，公佈咗出嚟，或者市場上高咧充斥住好多假消息，令到人心惶惶。所以咧，大家喺2027年咧接收一啲資訊嘅時候咧，要保持獨立思考、冷靜思考，諗多啲唔好咧就咁盲目就跟風。咁雖然咧內部有掣肘，但係咧大家最關心係乜嘢？經濟嘛。嗱，講一個好消息俾你聽啦。至於整體經濟咧喺中國嘅情況咧，2027年咧係絕對唔差，因為喺奇門盤嚟睇咧，代表財富嘅財星就生旺住中國呢個宮位，即係旺住佢，即係生你，即係人哋付出俾你，啲錢付出俾你，咁所以咧代表咧中國本身嘅底子依然係好雄厚，賺錢嘅機會咧都係好多，整體嘅經濟數據咧同埋財運咧都係向好嘅。不過咧喺政治同埋社會層面咧，就有兩個需要特別留心嘅地方。第一個咧有機會有啲高層嘅變動。本象入邊顯示咧，中國內部咧可能會有啲領導人咧，可能就想休息一下，想退落嚟咁樣。呢種退落嚟咧，未必係自然嘅隱退，有機會咧係因為咧內部咧激烈嘅競爭喺形勢失控之下啦，或者失勢之下咧。就被逼咁樣咧，就退休咁樣。咁呢個亦都有機會引起咧短暫嘅市場波動，大家要留意下。咁第二咧就公共衛生同埋疾病方面啦。咁頭先提到啦，代表疾病嘅提到少少天瑞星，唔知大家有冇聽到啦嚇。咁咧因為天瑞本身呢個咧係病星即係如果二黑五黃嚟講咧，呢個就係二黑嚟㗎啦，其實叫做。咁咧，所以咧佢落咗喺中國呢個宮位，咁呢個強烈嘅警號嚟嘅。所以2027年中國咧有機會咧會爆發一啲咧係傳播性嘅疾病、突發性嘅流行病，或者啲影響深遠嘅一啲長期嘅慢性病患。呢方面咧衞生安全問題咧真係唔好掉以輕心。所以大家如果之後咧都經常北上玩嘅話咧，要做好多啲防備嘅措施咯。講完中國內部，我哋睇睇香港。咁好多人咧都擔心香港嘅未來。喺從奇門盤嚟睇咧，香港咧喺中國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中國咧依然睇實我哋，照住我哋，國家非常之照顧我哋俾多政策上嗰個支持。所以香港人，我哋有咁強大嘅靠山喺背後頂住咧，大家真係唔需要過度擔心，因為香港真係有自己嘅獨特嘅價值咯。咁跟住大家最關心另外一個議題啦，就係美國。
咁啊，大家可能覺得咧，中美關係2027年啊，都有機會好似維持過去幾年咁樣，因為特朗普同埋習主席啦，係咪？咁啊，繼續劍拔弩張啊，即係罵戰係嘛，經連綿啦咁樣。不過如果喺奇門盤個角度嚟睇咧，就俾咗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睇法啊。當然呢個都要證實啦，係咪先？咁我都係以盤論盤去分析翻嘅啫。反而咧，2027年咧，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咧，有機會係出奇地咧 friend 翻、友好翻。點解咁講？因為奇門遁甲入邊咧，我哋咧好着重咧五行嘅生克。2027年嘅盤入邊咧，中國同美國咧啱啱落咗係一個叫同宮比和，因為奇門咧只有2個五行咧係先至會有咁嘅情況。咁啊，咩叫同宮比和咧？即係大家係同一個五行啊，同一個家庭啊，同一個家族啊咁樣。咁啊，所以即係一般啦，當然係咪先啊？即係同一個家庭同一個家族咧，就唔會係鬧交嘅。咁當然好多大家族入邊都有兄弟爭產，係另一件事啦。咁啊，代表咩咧？同一個宮位，同一個五行。就係代表2027年咧，中美之間咧就唔會話邊個勁啲，起碼唔會有邊個勁啲，因為冇個相克呢樣嘢啊嘛，冇對沖呢件事先，冇話邊個勁過邊個啦，大家都係咁高咁大先啊，即係亦都冇邊個係付出多啲，真係好似兄弟咁坐埋一齊同一條船，面對大家一齊面對嘅全球經濟環境啊，亦都係唔會有太多同對方啊做咗啲過分嘅行為、過分嘅舉動，反而有機會咧有一種和氣生財啊，共同進退嘅默契。咁樣美國對香港又點樣咧？咁呢個又好得意嘅喎，因為美國對香港感覺咧就係有啲睇唔過眼喎，啊心入邊咧，但係又好想幫喎嚇。咁因為美國咧喺香港都有好龐大嘅利益同埋投資，咁啊其實咧好願意付出嘅。好想即係都幫香港維持翻幫到香港繁榮啦，同埋咧賺到錢俾翻美國，最重要都係。咁喺理念上，不過咧就喺理念上、價值觀或者政策入邊咧，美國同香港有住根本嘅唔同，所以咧都會形成一種咧叫一邊鬧你，一邊就繼續同你做生意嘅特別嘅情況。好啦，分析完咧呢個宏觀中美角力加埋香港，最後嚟到咧大家都好關心下最貼身嘅賺錢環節之一啦。咁啊，2027年咧股市樓市究竟喺呢個香港點樣睇咧？嗱，首先講下股市先準備好你啲錢喎，因為2027年咧股市咧絕對唔差嘅，甚至咧有機會係非常之暢旺添啊！奇門盤顯示中美兩國嘅財運都好相似，因為同宮比和啊嘛，頭先講咗啦。除咗香港股市咧表現唔差之外咧，美國股市同埋呢個香港股市都有機會咧齊齊破頂，創歷史新高。保唔保持到係一件事會創有機會創一個新高。咁中國嘅 A 股咧，雖然咧就未必真係咁容易創到呢個新高啦，但係咧都有機會衝上一個咧相對地嘅高位。咁2027年嘅股市咧將會係齊齊炒上炒落呢個格局，波幅都會好大嘅，機會好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出年嘅整體狀況。呢個咧絕對係財富增值嘅大好時機。至於樓市方面咧，特別係中國嘅樓市經歷咗咧一段時間低谷啦，係咪？2027年咧開始慢慢好轉，注意係慢慢係一步一步，唔會一下子咧 V 型反彈嘅一步升噶啦，只會慢慢咧行翻入正軌。對啲剛需客嚟講咧，呢個都係逐步回穩嘅信號。最後咯，講下做生意同埋創業嘅朋友，如果你打算喺2027年咧大展拳腳，中國咧絕對係一個咧適合開展生意嘅時機嘅地方。頭先講過，中國財星旺，而且有人睇住，代表有政策嘅扶持啦，貴人嘅相助，喺中國開公司搞項目成功率比較高。相反啦，如果你打算咧喺美國做生意咁奇門盤顯示咧爭少少啦，唔係一個好嘅時間。美國股市雖然好，但係實體創業嘅環境喺2027年咧都係暗湧頻頻所以建議大家咧三思啦保留下實力。總結一下以呢個奇門遁甲開出嚟嘅2027年嘅立春盤有啲咩咧？
第一，中國內部咧有掣肘，同埋資訊比較混亂，小心疾病啦，整體經濟咧就向好嘅。香港有中國呢個大靠山，中美關係又出奇咁好，呈現咧同工比和嘅兄弟格局。中美港三地嘅股市咧有機會咧出現一個近呢1-2年嘅高位，或者甚至係創新高，係投資賺錢嘅黃金年份。創業做生意首選中國，避開美國。雖然咧而家咧距離2027年咧仲有一段時間啦，但係真正嘅高手永遠都係提早佈局。奇門遁甲俾咗一個我哋叫未來嘅地圖啊，至於點樣行就真係睇下你而家有咩準備啦。咁啊，如果你對於奇門遁甲呢個帝王之學都有興趣，想親自咧掌握呢套咧人生嘅我嘅 GPS 系統啊嚇，歡迎咧參加我廖師傅嘅奇門遁甲網上課程。我真係會用啲咧小白都聽得明、最淺白、最現代化嘅方式，教你咧點樣將呢個絕學咧應用喺日常嘅生活上高啦、投資啦、創業啦、職場啦、讀書啦、升職考試啦，係嘛？財運啦，咁課程鏈接咧，我就擺下低嘅資訊欄，名額有限啊嚇，即係大家有興趣就點擊下啦。你自己對於2027年嘅局勢有啲咩睇法？準備迎接呢個股市嘅大波幅嗎？歡迎喺下低留言俾我，同我分享下你嘅策略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都係有啲啟發嘅，記得like share 啦，點個讚，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生意拍檔、屋企人咁樣，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因為一路咧，我就會將所有嗰啲包括生肖運程九宮飛星即係嗰啲佈局嗰啲咧，都會慢慢出咗啲片噶啦。咁所以撳埋個當當小鈴鐺咧，接收呢個資訊。今日到此為止，拜拜。今集講到呢度，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呢個 channel 啦，拜拜。